你又跟我说谎话，你还跟我说和萧寒刚刚恋爱。原来你们谈恋爱已经5年了，你一直瞒着我不让我知道，你到底说了多少谎话？看看你，又是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心里不知道又在盘算什么坏主意。你不用再狡辩，我知道你从来就不想你妹妹回来。叶繁星，你到底跟我说过多少谎话？你的内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嫁给萧寒，你就可以称心如意了。如果你的妹妹一天找不到她没有幸福的话，你也不要以为你可以。妈，我不是一直都在找妹妹吗？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找过她。你真的以为我和你爸是傻子吗？会信你的谎话吗？不是的，不是你说的这样的，妈。行了，你不用狡辩了，我不会再相信。我现在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就3个月。如果你找不到你妹妹，我就会接受媒体的访问，把你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，在所有人面前说出你根本就不是叶繁星，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趾高气昂。妈，我们要说话还是回家去说吧。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，你回去吧。到家了吗？刚才忘了提醒你，后天跟李总见面时，记得带那副限量版的耳环，让他见识一下，你跟他家的珠宝气质有多符合。团子，哎，思远。思月，这帅哥是谁呀？我朋友啊。你朋友啊？嗯。帅哥啊，你好，我是团子，这家店的店长，四爷最好的闺蜜。2杯拿铁咖啡。你好帅啊！2杯拿铁咖啡。哦，拿铁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等我马上来啊。嗯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唉，穷啊，没钱啊，借我点钱吧。你跟我借钱？我又不是不还，那么小气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就200啊。喏，你看。哎，我还你300。你可真得记得还啊！咖啡来啦。帅哥，借钱是吧？跟我借呀，而且啊不用还，但是欠的债呢，你就看着办了。喂，为什么他的咖啡有锌，我的咖啡里没有啊？有的喝就不错了，哪那么多话？团子姐，有电话。啊，有电话啊，知道了，一会儿再回来啊。哎，我跟你借钱也不是白借，我给你带了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心心项链。我一直以为丢了，原来还在你那儿啊！我知道你就靠这个找你的亲生母亲，所以就帮你留着它。哎，帮你保管也很辛苦的。谢谢你。
哎呦，我说你干嘛呀？你见鬼了！你们快看，那是谁呀？繁星姐，别理他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。思月，我记得你好像对珠宝仿品非常的熟悉，对吗？嗯，那太好了，我今天掉了一个耳环，但是今天晚上一定要用，所以能不能帮我尽快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耳环？我看看。没问题，真的？拜托了。思月，是这个吗？我看看。哇，反正我是看不出来。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谢谢。啊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我对这个地方太熟了，我从小在这长大的。啊，你在这儿长大的？我妈以前吧摆摊做生意，经常带我来这儿。所以呢，哪家店东西好，哪家价格虚，我一清二楚。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你的。嗨，你佩服我什么呀？我才佩服你呢，又美又高。哎，哪像我啊，要什么没什么。哎，你上次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你的设计师梦想，对吧？这个专业太烧钱了，我妈挣钱又不容易，所以我觉得你很有天赋，不要荒废嘛。我有天赋有什么用啊？又没学历，根本没人要我。不过呢，做不成这个专业也没关系，就把它放在心底当一个爱好好啦。喂，听说你们最近阳光百货 VIP 导购是在招聘是吧？我想帮我一个朋友争取一个机会。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疯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妈，我接到面试通知了。你不是每天都有面试吗？结果呢，一个也没成。还跟你说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可是阳光百货，蓝海最大的商场，收他们大部分主持人都是在那里买东西的。那他们怎么会找上你的？是繁星姐介绍我去的，怎么样？嫉妒吧？叶繁星，是啊，妈，繁星姐不仅像电视上看的那样高贵美丽，而且特别讲义气。哎，我上次就跟她随口提了一句我想做设计师的事，她就记住了。就凭你这一副不保养的尊容，你还敢去面试 VIP 导购啊？你到底行不行啊你？哎，我拜托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把脸看得比吃饭还重？四叶姐，女人的脸呢，就是要善待保养。那，这个送给你用，保你面试马到成功。无事献殷勤啊！说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我哪有啊？你不要小人之心好不好？不用的话拉倒，我收回。哎，算你还有良心，谢了。那我上一次欠你的钱是不是就……哦，亲爱的四月姐，我们两个就扯平了嘛，
反正你也要去阳光百货赚大钱了，不是吗？不行，不能去。为什么？妈的意思是说，那边的人那么多，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万一你去了被别人欺负了怎么办呢？哎呀妈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？不会有人欺负我的。而且，你以为我那么好惹的吗？谁要敢惹到我头上，我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放心吧。你在干嘛？干嘛不接我电话？大哥，我现在可没空跟你闲聊啊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我就挂了。我这准备面试呢。面试？你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Showtime。好，拜。唉。原来我不跟你联系，你也不会主动找我。唉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哎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我对我的未来发展是有想法的。别乱翻！你知不知道我的？我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我还是赶紧看我的资料吧。你干嘛？要你回阳光工作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韩哥，我就不懂，为什么你非得跟我外公站同一战线？我的人生你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决定啊？所以你的决定就是继续游手好闲，荒废你的人生是吗？你少瞧不起人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来面试的，我要向你证明，就算不回阳光，我也一样有我自己的一条路。好，我就看看你能走出什么样的路。哎，你少瞧不起我啊！我会做给你看的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让你到阳光去上班？不重要。啊？富夏哥哥，你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吧？富几代都不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一样要自食其力。哎，等一下考这个是吧？妈，我面试去了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妈突然胃疼的厉害，我给你倒热水。思月，妈疼的都忍不住了，你赶紧送妈到医院去吧。好，那你等等。你爱不爱我？你说你爱不爱我？快告诉我，我那么爱你。停！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呀？感情丰富一点。好，对不起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对不起啊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这个死丫头怎么不接我电话啊？喂，思月，怎么了？喂，繁星姐，那个，我今天面试可
可能去不了了。去不了？这个机会很难得的，错过就没了，怎么会去不了呢？主要是我妈现在不舒服，我走不开啊。这次可能要辜负你的期望了。这样，你把你家的地址先分享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？好。哎，小飞，我们先去四月家。四月，你是不是打电话给那边的人，说你不去了？我没有啊，我给繁星姐打电话了，然后她说不同意，她一会儿就过来。啊？什么？你说叶繁星要来？快给她打电话，不要让她来。可是她已经来了呀，现在可能已经快到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妈！阿姨您好，我是叶繁星。繁星姐你来了。阿姨不好意思啊，思月，时间快来不及了，你赶紧去面试吧，别耽误了啊。好，阿姨，我帮你送到医院去。那我妈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放心，快去吧。妈，我走了，拜拜。你小心点儿，别太赶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现在有点急事。阿姨，我车已经停在楼下了，我送您去医院吧。啊，不用，不用了，我不疼了，不疼了，不疼了。不疼了？刚刚四月打电话跟我说您疼得厉害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没关系的，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是四月的好朋友，所以您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阿姨不去。阿姨不去，不去。哎，阿姨，阿姨没事，你赶紧回去。阿姨，阿姨，这些是繁星让我去买的。这些呢都是面食，养胃的。然后，这是暖手宝，他特意交代我一定要给您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不客气。那，我先走了，您保重身体。阿姨再见。哎。对于服饰的品牌和设计师，你还知道挺多的。从60年代到现今的所有流行品牌趋势，我都已经烂熟于心了。自信心很重要，但更要让我看到你具不具备敏锐的时尚感。现在你要完成的题目是，给一个30岁左右在广告公司任职的高管女性和她的丈夫搭配适宜的服装。下班之后，她还要和她的老公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之间的 party。半个小时后，我要看到你的搭配方案。明白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左卡伊珠宝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？钻石项链，最新款那条。你是指左卡伊的摩天轮吗？快啊，请过来。您看是这款吗？对，就是它。好，来。哎，我是楼上面试的，我来拿几件衣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自己拿吧，注意别弄坏了啊。好。
今年春夏季的男装呢？怎么少了2件？啊，有2件，里面有位客人正在试穿。好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拿衣服。007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劳驾，待会儿里面那个客人出来以后，你让他等我一下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啊，拜托了。还有半分钟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来，向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服饰搭配吧。好。把雨天变成 sunny day， 爱你每天都是 shiny day my love， 爱上你的侧脸，想要给你一整个夏天。针对30岁左右从事广告传媒行业的女性来说，用撞色来凸显出自信，黑色的内搭配百褶裙，体现出女性的优雅。摩天轮的项链既大方又坚持纯真，整体造型传达出女性时尚、成熟又干练的女性气质。参加朋友的聚会，首先呢要大方，然后又无拘无束，不过当然最后也要浪漫一点。所以我选择把长裙改成抹胸穿法，再去掉外套。再加上一条腰带就完美了。好，辛苦了，你等我们的电话通知吧。谢谢。里面那个人呢？谁啊？我的007啊！什么007啊？天哪，拍小视频也算题目。唉，叶主播好，叶主播好，早。踩我脚，踩呀！各位，
我这次小专题的题目叫做“穿梭在城市中的外卖英雄”。不错不错，主题很新，视角也很独特。谢谢。我的专题呢叫做“一位女明星的困境”。我觉得这个主题不具备普遍意义。你怎么那么说呢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明星，但是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遭遇到困境，所以你怎么能说这不具备普遍意义呢？而且，这位女明星在片中的精彩表现，跟她平时在镜头前的完美形象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啊？是哪位女明星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专门窥探别人隐私的狗仔行为，所以出门左转，八卦周刊不送。繁星姐，你就让她说出来看看吧。对啊，让她放吧，放吧。那我放喽，放吧。放喽。你放。我真的放喽。还有你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戴这个裸色？每一个人都是黑色，只有你是裸色。你想做小三儿还是想上位呀？还有你那个口红涂这个颜色，你想勾引谁呀？你穿这什么鬼东西？你以为你是斑马吗？你戴这个东西，你以为是游乐园吗？每个人都不合格。难怪我们业绩上不去，全是因为你们这些 low 咖，气死我了！我觉得这个叫副夏的很不错，简历也丰富。帝国、牛津、剑桥、帝国理工，学校一个都没毕业，而且都是1-2年内就肄业。拜拜。像这种人，半途而废不太可靠。叶主播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副夏呀？你认识他吗？我没有讨厌他，而且也不认识他。我只是觉得新人态度很重要。但是相比起来，那个叫简易的还比他好一点。哎，不行，副夏是第1名，得分远远高于第2名很多。是啊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招他。对呀。不好意思啊，繁星姐，那个俄罗斯特使来了，总监让你去见他。那我们这个事情回头再说啊，不客气。辛苦。在哪儿？这边请。Hello， Hi。 Sorry, I cannot speak English. 你不会俄语啊？当然不会。翻译呢？在路上堵着呢。还有多久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这儿再没有会俄语的了。Привет, как я могу помочь? Здорово, наконец-то кто-то говорит Да, я по-русски. могу. 哪个部门的？ Ты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шь по-русски. 他不是哪个部门的，是刚刚面试的新人，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. 不是员工。 Мне тоже 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. 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了，马上把他给招进来。谢谢。不过我有个请求。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跟我一起来面试，他比我更想进 Showtime， 所以我想麻烦你帮他安排一个位置。喂，得寸进尺。OK。来，大师，这边请。厉害呀！哈哈。干杯！恭喜4月找到新工作，恭喜啊！谢谢。繁星姐，今天多亏了你帮我照顾我妈，不然啊，我肯定错过这次机会了。你不要记挂在心上了，你也帮了我不少。哎，对了，思月，上次你带的那个帅哥不来啊？帅哥？哪里有帅哥？就是跟繁星姐大吵的那个。你说副夏？对啊。他是帅哥吗？团子，你品味怎么了？繁星姐，虽然你看不上他，但是你不能用你的眼光要求别人。虽然呢，他在你眼中不是帅哥，但是在我们普通人心中，那已经非常帅气逼人了。
好了，我知道他是逼人的，但是我们这么好的日子，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么无聊的人呢？对了，姐姐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你叫我什么？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把你当成姐姐了。没关系，你别误会，我很喜欢你，以后你就叫我姐姐吧。真的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马上有个酒会，我要向你的组长申请，让你帮我打造浑身行头，让我这个姐姐为你打响第一炮。哇！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服不服啊？据我所知，Showtime 有3个月的试用期。如果你能撑过这3个月的试用期，我就放你自由；否则，你就乖乖的回阳光来。3个月嘛，小意思。不过试用期间，关于你的身份，不许泄露。正合我意。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是什么。龚总监，小董啊，你这大忙人，怎么给我来电话了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最近新招了一个人叫傅夏的？傅夏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，怎么了？我因为一些个人的理由，我不希望他长时间的待在Showtime，所以最好能够让他过不了3个月的试用期。小总啊，我不瞒你说啊，这个人是我特招的，贸然开除他不太好吧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把他安排到繁星的手下。你也知道，叶主播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对新人要求严格，能在他手下通过试用期的人可还真不多。那就麻烦你多费心了。把雨天变成 sunny day， 爱你每天都是 shiny day， my love。爱上你的侧脸，想要给你一整个夏天。像星光摇滚。你好，我叫傅夏，我第1天上班，我要去哪儿报道？你稍等一下，这边走到头就是你们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孤单推翻吧，你的不安给我保管，就连斗嘴也很浪漫。In my heart， 嘿，把雨天变成 sunny day， 爱你每天都是 shiny day。喂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把我调过来的？哼，调过来？什么调过来？这里啊。你哎，龚总监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好像之前跟你打过招呼。傅夏这个人我是不要的，为什么现在在我的部门出现了呢？这不是怕你工作压力大吗？给你多安排一个人，不是好事吗？我们忙得过来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人不是我安排的，是有人指定的。指定啊？谁呀？萧寒。
我一定很乖，我一定很乖。最好。好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办公室的新同事，新来的实习生，叫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付夏，请多多关照。Hello， 我是这个栏目的策划魏小飞，可以叫我小怪。我也是新来的，我叫李翔翔，你可以叫我翔翔，就是那个翔翔啊。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Showtime最帅的总导演 Dennis。我突然想喝咖啡了。啊，我去买。繁星姐最喜欢喝美式冰咖啡，一定要够冰的，好冰好冰的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去了。付夏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害得人家吓了一大跳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为了给我个惊喜吧？说完没有？给我一杯冰美式，快一点。哦。他还真的以为能骑到我头上来，明亏我不敢，暗亏。好了，糖浆要不要？糖不用，盐有没有啊？盐？不管是什么主题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综艺娱乐，我们方方面面都应该去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基本功。如果你一旦拥有自己的一个节目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全力做到最好。大家可以把我刚才的话整理一下。好。你的咖啡，谢谢。刚才我说到，如果我们能有机会拿到一个自己的节目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做到最好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。一个节目，就好比是它，一把剪刀，锋芒毕露的台前，一定在这里，而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，使得力。就是我手上手把的位置。如果说我们的幕后团队没有一个凝聚力，没有思想，没有原则，那么这会让我们一个节目丧失它的力量，让任何一个台前无法起到它的作用。所以，我们的团队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。当然。我们也可以用这把剪刀，去跟社会的不良风气和习惯对抗。哎，你疯了！这是我限量版的耳机。我上的课程也是限量版的。也是，我的耳机哪有你的课程有价值？剪得好，剪得好。帮忙，赶快找人把稿子送到直播间李宝英主播那儿。哎呀，直播间？这马上要开始直播了。帮忙，实在抽不出人来呀。那好，交给我吧，你先忙。哎，谢谢啊。付夏，反正你也不听课，送稿子吧，快。我这不是在好好听课吗？
这种跑腿没有含金量的工作，你可不可以找别人做啊？任何有含金量的工作你都做不了，你只能跑腿。还有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只有3个月的试用期，我随时都可以开除你。哦，突然好想运动啊！来，给我。好了，大家手上都有学习文件，可以看一下。这材料送到哪里了？我们这边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办呀？还没到。对呀，来不及了。怎么办呢？先不要着急，我打电话。苏导，你到底会不会当导演啊？现在时间都要开始了。宝英，稍等一会儿，马上来。稍等，稍等。等。你在哪儿？干嘛呢？几点了？我说你到底会不会做事情啊？现在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稿子到现在还没有送到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是你们的责任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走了。哎，宝英姐，放开我！宝英姐，哎，稍安勿躁，再等一会儿好吗？什么？稿子马上就来了。马上？多少个马上？你自己说多少个马上了？我知道了。太谢谢繁星姐了，你可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没事。我说叶繁星，作为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，连个鞋都没穿。太 low 了吧！只要能保证节目正常录制，不穿鞋跑2趟又怎么样？好了，辛苦大家，开录吧。谢谢范晶姐，辛苦了。谢谢。还是这么做作。开工啦！谢啦。我就说我们的叶主持不但人长得美，又会主持，还跑得快，真不愧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。你还跟我油嘴滑舌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吗？如果你想在这里工作，就请你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、端正态度。这里不是给你耍小聪明的地方。就今天这一件事情，我就足可以开除你。别！谁不会犯错啊？再说 Showtime 那么大，录制棚那么多，走错也很正常嘛。有道理。你看，你那么善解人意。那这样吧，你用1个下午的时间，从每一个办公室、每一个楼层开始了解。画出整个 Showtime 3栋楼48层平面示意图，包括每一个楼道、每一条小路。等你画完了，应该就都熟悉了吧？这儿不能睡觉啊！嗨，这儿不能睡觉，起来起来！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再看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让我睡一会儿。快起来呀！哎呀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睡啊？多难看啊！别提了。哎，
你知道我被分到谁手里工作吗？谁啊？变态叶繁星。还不如过来跟你一块当保安呢。你可得了吧啊！你一个大少爷能干得了我这活？哎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你是不会懂得我的伤悲的。要不是我跟韩哥打了赌，我早就走人了。喂，画的怎么样了？快画好了。那你先上来吧，有别的事要找你。好的，马上上来。叶繁星吧，他叫你去你就去啊？你的骨气呢？你桀骜不驯的气节呢？我觉得呢，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卧薪尝胆，懂吗？哦，不要误会哦。卧薪尝胆，我要不要买点胆给你吃啊？繁星姐，我们好了。好，谢谢了。喂，4月，我等一下要去主持一个阳光百货和 Showtime 联合举办的慈善义卖活动，我已经跟你们领导说了，你带着礼服直接来画廊找我就好。一会儿见，辛苦你了，拜。怎么啦？找我有事啊？送我去画廊。为什么要我送你？你不是有司机吗？他家里有急事，我把他放回去了，不行吗？你不要废话。你现在就去地下1层，把车开到楼下，我马上要用。哎，你看，这前脚刚表演完，这后脚就上新闻了。这叶繁星还真是会变着法的出风头。最敬业的主持人叶繁星赤脚奔跑为救场，切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白白跑了这一趟，原来是为了炒作。赤脚奔跑为救场，你知道吗？他抢了我晚会的主持人，我已经很不爽了。现在他还跟我来这一出，是不是真的觉得我李宝英好欺负啊？就是说嘛，真是太便宜了。我看最敬业的主持人，应该是最变态的主持人。你倒是挺有眼光的嘛。我呢，就是因为离得近，所以看得更清楚。离得近。这么多人？规模挺大呀。这不是闵4月吗？哎呀，这不是4月吗？啊，这么巧，你到这儿送外卖啊？你看我像送外卖的吗？我现在可是阳光百货的 VIP 导购，来给繁星姐送衣服的。哦，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你说咱俩这关系也算不错啊，你能不能把我也带进去？让我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叶繁星，让我给他来个大报道。哼，你这种人安的什么心？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们这种人呢，自己内心阴暗，就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脏的，还想方设法的挖繁星姐的料，还想让我帮忙，没门儿！我给你3000，3万都不行。下脚劲。亨利·马蒂斯是野兽派的创始人，也是代表人物。他以色彩鲜明、大胆著称。这外面记者这么多，他梦想的今天阵仗可真大。哎，繁星姐，快看看衣服。好。噔噔噔噔。哇哦！哎呦，不错哦。很特别哦。就知道这件事情交给你做，肯定没问题。那是，我是绝对不会让繁星姐失望的。我先把衣服拿出去挂着，弄好了叫我啊。辛苦，谢谢。去拍。
美的4月。繁星姐的广告牌很重，我搬不动，来帮个忙。走。繁星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你先换。这，繁星，繁星，快过来看一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出去帮忙了，没看住衣服。对不起啊，繁星姐。现在不是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。要不然拿去洗手间洗一洗，然后吹风吹干。不行不行，这件衣服只能干洗。那你回去再取一件。不行，发布会马上开始了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我有办法了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李宝英，很荣幸今天由我来主持今天的这场拍卖会。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幅作品，这是一位来自法国的画家马蒂斯的作品。他是以超现实主义而闻名的一个画家，他经常把怪异的梦境和超现实的绘画技术，以及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惊人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他与著名的毕加索、萨尔瓦多·达利并称为20世纪最具有想象力的3个艺术家。这主持人什么水平？这都能说错？就是。刚才李主播跟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。当然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画家萨尔瓦多·达利。今天这幅作品的作者亨利·马蒂斯是野兽派的创始人，也是代表人物。他以色彩鲜明、大胆而著称。他曾经说过，他梦想的艺术充满着平衡、纯洁、静谧，没有令人不安和引人注目的题材。他称这种艺术为安乐椅式的艺术。下面，请大家开始竞拍。300万，310万，340万，350万，380万，400万。不错不错，肖总，这次拍卖会办得很成功啊！谢谢，恭喜恭喜你了！来，无聊。感谢大家对艺术的支持。下面有请阳光集团总裁来领取他拍下的第1件展品。花那么多钱不干点正事，摆张画，你看我韩国多肤浅。你韩哥？刚才还好你救场救得漂亮，否则那个李宝英不知道该闹出什么笑话来。他这个人啊，
也是求好心切。哎，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和傅夏是怎么认识的？居然还拜托龚总监把他调到我的手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跟傅夏的家里是旧识，他家人希望他回去接公司的班，所以就让我想办法让他在 Showtime 待不下去。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你了，3个月的试用期不过就解决了。3个月？我看他连3个星期都待不了。好了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拍什么拍啊？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为什么不能拍啊？就是不能拍。你还想不想在 Showtime 待了？好，还拍？给我回去！傅夏，给我傅夏！哎，找你有事。啊？走，樊姐姐走了，跟我走。听说你在找我，我来了。今天这身礼服很……干什么呀？我差点就发现他的秘密了。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韩哥是阳光集团总裁啊？我没事提他干嘛？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谁管他？哎，陪我找他去，走。哎，陪我。不，范欣姐，这个 IP 指向咱们蓝海一家网咖，位置我已经查到了，写在这上面。您好，请问您是这里的老板吗？是啊。你好，我是繁星有约的主持人兼制片人，我想做一期关于网咖题材的节目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与？网吧监控显示得很清楚，那个 IP 地址对应的电脑，这些天根本就没有使用过，是有无聊的人在开无聊的玩笑。听说你在找我，我来了。今天这身礼服很美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新品鬼脸咖啡？那个这个还挺像新型的。终于成功了，你知道多不容易才学会你上次给傅夏做的那种新型泡沫吗？你也喜欢傅夏呀？你觉得傅夏能比得过我007的这根手指头吗？下
死宝宝了。我找到007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找到007了。007，阳光集团现任总裁，姓肖名涵。我没听错吧？店里最帅的客人肖总，就是你心心念念的007。喂，您好，哎，是小美吗？哦，我是团子，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打听一下。啊，公园儿？哦，晨跑。这样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什么也没打听出来。不过呢，有一件事儿对肖总来说是雷打不动的，那就是每天早上呢，他都会去运河公园晨跑。真的吗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必将打败懒床怪，天天去晨跑。肖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绝对是好消息呀！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呀？谁呀？你现在最想见的是谁呀？领航公司的老板裴新民。他答应见面了。约好了，1个小时以后在他公司见面。啊，走啊！我本来想说运动一下，放松放松。哎呀，这事儿，肖总啊，你第一次见他穿成这样啊？啊？喂，你好 ，VIP 导购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帮我送一套正装上来，尽快。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去。你觉得我这样说可以吗？可以。对阳光百货的愿景，我已经听你说过很多遍了。你就按刚才说的，裴新民虽然各色，但他毕竟是个商人，对好的商业计划，他一定会感兴趣的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我们的计划，我担心的是时间。现在 IPO 的审查拖得很长，裴新民手握壳资源，肯定会左右逢源，待价而沽。你又说他是个极其挑剔的人，我担心，万一我们这边再出什么意外，到时候就空欢喜一场，还耽误了我们的时间。肖总，您的衣服。进来吧，放椅子上。我认识你。你记得我吗？上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，闯进来的就是你吧？对不起。工作积极，态度可嘉，不过下次要记得，客户体验很重要。我先换衣服。我明指没有戒指，中指没有戒指，很好。肖总，我叫4月。啊。肖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以后搭配衣服上有什么需求，可以随时找我。好。计划书的内容不错，但是揣着跟你们一样想法来找我的人
多了去了，每天我躲都躲不及。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见你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叶繁星。裴总，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有什么不明白？你们阳光集团卖过期面包的事情是谁曝光的？叶繁星。而你呢，非但没有怪罪他，还接着给他的栏目投广告，能够有这份见识和气度，可贵啊！裴总过奖了。哎，裴总，这么说，我们这个提议您答应了？可以考虑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，我给您打包票，和阳光集团的重组，那一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呀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这个人你们知道，做人做事比较较真儿。在这个期间，如果你们阳光集团再出现类似面包过期这样的丑闻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就没心情陪你们玩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你保证没用。我想听肖总怎么说。啊，肖总，表个态啊，表个态啊！裴总，我们阳光集团现在有5000多名职工，我实在很难保证他们接下来会犯什么样的错误。小韩，如果现在就拍着胸脯打包票，那肯定是在糊弄你。我唯一能够保证的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严格的按照流程管理，一步一步的做。即便发生了任何问题，我们也都会摊到阳光底下，绝不欺瞒，不回避，有错必纠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决定权还在您手上。那就这么着，意向书你们起草完赶紧送过来，我今天还有事儿，就不留二位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裴总。喂，现在立刻马上到机房来改片。现在改片子？现在4点多，你叫我改片子？我给你15分钟时间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叶姬妾，你这么晚还在这里加班，你的敬业精神真的是太让我敬佩了。我就让你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，你就剪出这种东西来敷衍我吗？我剪好了。好。啊？你来看看。你教我剪我认为最好的，我是剪我认为最好的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？就知道半夜叫我来加班，太不人道了吧？你认为最好的，所以你认为最好的是什么？是生化不对位的这段吗？还是完全虚焦的这段？好，我承认我的态度不够认真，但你交给我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把我的专业能力当一回事。我好歹也是第1名进入 Showtime 的实习生，你交给我的不是跑腿，就是一些没有含金量的工作。这样我做不好也是正常的吧？
就是你认为的这个最没有含金量的工作，就是组成每一个精彩节目的重要元素。不论这个节目再精彩，内容再新颖，配上你这样的画面，能是一个好节目吗？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，都要我们付出足够的责任心，这个你不明白吗？对，我是没有责任心。下次我会注意。记住，你的不负责任会浪费别人的时间。重做。现在？我明天早上就要。明天下午集中培训，内容是3分钟演讲，准备一下。4月，今天客人的预约名单和联系方式都在这里了，还有，明天品牌秀要用的服装我都已经整理装箱了。如果有哪个客人想要试穿这些衣服，需要让他们重新预约。好的。OK。繁星姐，繁星姐，4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妈，妈，这是4月 VIP 导购员。崔教授你好，我叫4月，我在 VIP 名单里看过您的名字，很高兴认识您。你好像有点面熟。我长得一张大众脸，很多人都说我面熟。4月，今天我带妈妈来是想选一些夏天的衣服。可是今天预约已经满了。那走吧。哎妈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去找一下他们经理，看能不能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。你稍微再等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要预约的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做主持人做多了就知道读稿，做其他事情都不用脑子的吗？崔教授，不是这样的，繁星姐不是一个只会读稿子的主持人，我粉了她3年了，她每一个节目我都看过，都是经过思考的，有观点的。4月，但我不认为一个年轻的 VIP 导购员，他认为有观点，就真的有观点。哎妈，4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下次再约啊。妈，这个崔教授怎么能这么对繁星姐呢？就算他是大学教授，也不能这么贬低自己的女儿啊！再说了，不是应该每一个妈妈都该为有繁星姐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吗？闵4月，这里禁止八卦客人的隐私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工作了，我工作。妈，对不起妈。主要是我今天下午公司有个新人集训，所以时间一来不及，我就没顾上预约。对不起妈。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做事情才能让我满意，但我真的不喜欢你做错事情总是狡辩，这是我最不能认可的品格。你可不可以做错事直接认错呢？对，妈说的对，是我错了，我下次一定会预约好再把您带过来。我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耗在你的下次上面，你做得到再说吧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，腹下，腹下，开始吧。什么？3分钟即兴演讲。3分钟即兴演讲？所以，你对工作不上心，对培训不上心，那你在这实习干什么？浪费大家时间吗？说到浪费时间，好，既然主题是3分钟即兴演讲，不限内容，那么我今天就来告诉大家，3分钟即兴演讲是多么无聊又毫无意义的事情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教授曾经跟我说过，规定文章字数和答辩时长都是非常不科学的做法。
人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演讲，讲究的是把观点说清楚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取消3分钟即兴演讲这种类似没话找话说的形式主义培训。谢谢大家。时长33秒，不及格。观点不客观，不及格。论据不充分，不及格。不过是没有按照叶主播的形式来，不及格正常。那我要麻烦叶主播给我一个不及格的理由。有观点的主持人。脑力不行，那么就做做体力活儿，出去外拍。好，大家继续。啊，哦，谢了。你装这个干嘛？每当伏地魔要接近哈利波特的时候，哈利波特身上的伤疤就会对哈利波特提出警告。我现在在做的，就是对叶繁星这个伏地魔预防他。哦，你偷窥呀，变态呀你！哎，你不会是为叶繁星的美色冲昏头了吧？那我宁可和伏地魔谈恋爱。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。哎，不过按照你的描述，我觉得叶繁星不仅是伏地魔，而且是一个心机非常重的女人。我看是害人的心机吧 ？No， 是用人的心机。你想，她那么讨厌你，干嘛还留着你呢？把你开除不就完了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不过应该很快就知道了吧？